就是我们每天将民众生活中使用的一个污水，包含我们的粪便、尿液经过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收集后，我们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来经过处理。那经过不同程序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环保法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水资源，那我们就将这些干净的水资源呢统称为放流水。我们这边的回收水供应的主要单位，最主要有包括环保局、公务局，还有一般那个民间企业的一个需水的一个单位，另外还有在消防局也在临时有任务的话，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取用。公务局跟环保局，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在于那个街道的洒水，还有行道树的浇灌。然后民间企业的话，一般大概最主要是建筑工地的抑制扬尘。台南市呢，目前共有7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呢可提供1.68万吨的一个回收水。为了增加回收水的一个再利用，目前呢这个回收水呢，大致上我们会用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洗涤，还有我们的抑制扬尘，还有我们现在在路树的一些浇灌上。那每天呢，经过我们统计，像目前11月份的使用量，一天有达到4200吨。那我们这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这个使用再生水的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可以来跟我们水利局这边来联系，那我们会来提供这些再生水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跟经济部水利署联系之后，那把台南的灯号提早在最早的时间，其实往年都是2月左右，今年大概是现在12月就把它调整为黄灯，希望大家共同来节水。那市政府已经早在2个礼拜前，1个多礼拜前已经开始就把我们的这个用水通通改为回收水那这样子的话，许多浇灌消防或者其他的用水通通改为这个再生水的话，我们每天可以省了好几千吨的水。那这样从市府也开始做，市府带头做，那民间产业一起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水应该可以供应到明年5月以后还没问题。那如果这个大家不调整用水的话，那现在直接这样下去，可能到明年2月底3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因应，超前部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可能的这个旱灾平安度过。了是今个欢收看12月28中加台南第5新闻。台南是全国石板主要养殖产区之一，为了避免产销失衡，市府积极来推广辅导，其中有南市区议会结合基美食品，就开发出各种美味的石板料理，包括迎合拍开地当家的市场，研发出舒肥低温加热，希望成为大家过年过节方便料理的好选择。为了协助推广在地养殖渔种，特别受到中国禁止进口的冲击以后，市府农业表示，更需要调整步数来应用。所以，这摆台南在地石板就结合了生产的南市区渔会、基美食品的制作甲销售3方面，推出这八道菜料理。除了将新鲜的食材加上无同的煮食方式来拍开新的通路。而且八道菜料理起来只要半点钟，相当方便。中国大陆的一些措施影响到它的销售。那今年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台南呢安南区刚好有养殖石斑成语，它的那个销售的过程就有受到一点阻碍，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我们委托了那个高雄的梓官区渔会来跟我们收购我们台南这边的石斑鱼。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呢，我们今年刚好跟奇美食品呢有相关的合作案，于是呢，我们就推荐说，我们这个石斑鱼是不是可以由奇美食品这边来帮我们开发相关的新品。那奇美实业就秉持他们的专业呢，然后替我们去将我们的石斑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舒肥的石斑鱼出来。
因应消费者饮食习惯的改变，物件方便拍开地当食的市场，所以基比食品就研发将石斑用施肥方式低温加热，用泡好式地当，除了保留肉质的软 Q 营养，而且完全无臭臭味。这只鱼吃起来会比较 Q 弹，而且我们长时间低温的时候，它鱼本身会释放它自己的精华，就像滴鸡精一样，所以它那些汁液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有腥味，而且在家庭的时候，家庭妈妈也是很好复热的，因为只要解冻，然后水滚小火10分钟就可以吃了。会中市长委托甲议员李宗翰嘛动手来定下一道已经热销1500尾的龙虎斑，对着台南市渔业发展搁创造新的前景。因为今年的石斑卖得不错，并不代表每年都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把在这个时候，在好的时候，把这个石斑的各种吃法、各种料理法、各种好的这个做法推广好，这个介绍给消费者啊。这个消费者把这个通路打开之后呢，那石斑的通路就更多元化，优质的好东西要介绍给好朋友啊，尤其刚刚讲石斑是高价鱼种，尤其石斑中间的龙胆真是高价鱼种中的最高级。那谢谢奇美食品，也谢谢我们副总经理还有所有率领的团队。不管是石斑，还是台南出产大宗的沙白鱼，甲后续的台湾条等鱼产，台南拢要用渔业的结合来加强在地鱼产的价值。重点是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来协助渔民拍开多元的通路。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因应过年过节送礼需求，市府乱桥特别伫新营办理新春农特产伴手礼展售会，市长委托嘛专工到场挂保证，强调年节伴手礼就是爱买优质的台南好礼。来到新营南明堂73间业者，超过100种的商品伴手礼，已经让人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市府乱桥为了应应民众过节送礼需求，特别办理新春农特产伴手礼展售活动。市长委托嘛到场甲所有贵宾做伙推荐伴手礼，就是爱买台南出品的好礼。而且透过下载这本卡塔罗具，也有详细了解有关难得极品的标准认证，让大家食健康、食营养安全。这边都是各个农会里面最强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想说也希望说我们今天也许呼吁跟我们好朋友，以后我们会再强化更多的宣传让很多市民朋友们还有来台南玩的朋友们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我们的行路我也希望能够带到这个北部去让带到中部去，让很多中北部的朋友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农特产品，因为我自己看都蛮心动的所以说这个一会儿从年初广告到年尾其实全部都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全部都网络。市府的会中都来引进各大农会上热门的农特产品来全力推荐台南好礼，嘛邀请台南市各工业区厂商协进会、商圈发展协会以及南科各公司的福利委员会到场采买，嘛现场热闹滚滚，参像年会大家同款。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为因应新手妈妈伫出院前礼拜后会面临各种饲奶的问题，造成产妇提早放弃饲母奶，所以基比医学中心特别开设产后饲奶特别门诊，嘛借出来推广饲母奶。基比医学中心妇产部医师，同时嘛是妇女保健中心的主任洪雅珊表示，真侪新手妈妈就算产前拢有学过哺乳的知识。毋过，伫咧产后出院大约1-2礼拜，各种哺乳的问题就渐渐出现，会出现奶房会肿会痛，甚至有硬块、破皮等。伫咧求助无门的状况，基比医学中心嘛特别成立产后的哺乳特别门诊，
和新手妈妈伫咧哺喂母乳的时，袂个再来卡关。如果是新手妈妈生产完之后，因为整个哺乳的一个变化，对她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情形。那而且在住院的期间也只是3-5天而已，所以很多时候3-5天根本没有出现到这个问题，他就回家了。那所以乳房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回家之后，可能是产后1个月内最容易产生状况，因为他回去有育儿的问题，也有哺乳的问题。那所以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塞奶啦，或者是小朋友在亲喂的时候乳头会破皮啊，妈妈会痛啊，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挤奶之类的都有可能。亲像这名林小姐当初因为肿胀，甚至找房间的泌乳师来进行通乳的按摩。但却得到反效果，后来透过特别门诊，才可以顺利持续来哺喂母乳。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哺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一起就是做哺乳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对就是上网找或者是问其他人，我对我自己的胸部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然后产生了一些硬块、疼痛、红肿、发热，或者是小朋友吸不到奶的问题。其实我问了周边的人，然后大家的建议都很多，可是我自己做起来都没有效果。然后来参加这个哺乳门诊之后，就是跟着医师，然后经有仪器的一些结果，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的乳房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性质，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护理我的乳房，然后搭配小朋友吸奶，然后来就是解决我的就是乳腺炎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的哺乳的问题也都可以很好的做解，就是获得很大的改善。基比医学中心跨科合作，透过具有国际认证泌乳顾问、妇产科医师、物理治疗师加哺乳各管师组成的专业团队，提供哺乳期的急性黏房的问题处理、个人化的母乳哺喂喂教、甲自费的乳腺疏通物理治疗等，顺利协助产妇饲奶的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将推出乌山头水库甲龙田车园区的乌龙线接驳公车，也是希望透过1920年把田余伊起水库时，对龙田转运站往乌山头送物资的铁路，串起两大湖区100年的历史情谊。乌山头水库伫8年前兴建时阵，就是透过龙田作为转运站，将物料、机具运到乌山头水库，沿线搭设了水铁，但水铁伫乌山头水库以及嘉南大圳完工了后，就荒废无咧使用。为了让市民大众认识这段历史，伫中央甲地方共同努力之下，现在为龙田车园区到乌山头水库传统水铁复刻版正式启动，就由乌龙线 bus。将这段历史重新接续起来，让大城的民众感受到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以及龙田车园区的风景，同时也更加了解在地历史和文化。乌山头水库跟所谓的恰恰文化园区，其实更重要的是把过去100年来的历史，透过这一部巴士重新把它串联起来。所以未来我们的游客搭乘这个巴士的时候，他就可以听到这一段的历史。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的正式的记者会跟民众宣布之后，我们希望更多的民众来利用这一部巴士。这个巴士我们目前叫做乌龙号，但是乌龙号绝不搞乌龙它绝对会提供给大家在这边整个100年来的这些历史跟文化的一些知识盖一个乌山头水库，当时的水库是全亚洲最大的这个水库。那我们的乌山头水库放下来的水到了我们嘉南大圳这样的圳路长达这个18000多公里绕台湾可以绕15圈，绕地球可以绕半圈这样的密度到现在都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这个灌溉系统。那也因此才有办法把过去的不良台湾的这不毛之地蜕变成台湾最大的这个粮仓。文化局表示，在龙田车园区开幕了后，便积极办理活动，带动在地观光林调，
包含暑假的大圳小旅行、大圳体验游，以及今年10月蒸汽火车 DT668首度停靠伫咧龙田站顶。这次阁有乌龙线巴士加入，就是希望会当促进关田地区的观光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的商业发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由台湾文创台湾发展协会所举办的国际技能比赛，规划了100外的比赛项目，吸引来自国内外将近1000名的选手参加。主办单位除了让选手比实力、比创意，同时嘛透过比赛来做公益。穿上卡通小飞侠装扮，摆出帅气的姿势。台湾文创台湾发展协会创会会长吴敏阳率先出场，为今年度的国际文创杯国际技能比赛揭开序幕。我有一颗
童心。很多人都说我现在60岁了，什么还不会老？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态。我觉得心态决定了一切，因为只要你愿意去为别人付出，当你别人得到快乐的时候，你也得到快乐。那你的心态上年轻，你的外形上也跟着年轻。已经连续举办9档的国际文创杯国际技能比赛，项目分为美发、餐饮观光、艺术造型、选美大赛等100外项目。参赛者作品多元，涵盖各行业。举办9档以来，现在也吸引愈来愈多国内外选手报名参赛。我有听过这个比赛，然后也听学长姐有介绍过，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想要来参加，因为可能日后对我们的大学啊都有帮助。除了技术能力以外，又要考一个叫做临场应变。那这个临场应变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话，因为很紧张，所以手就会抖这样子，然后也有可能会失焦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选手他们的用心程度以及他们的稳定程度。那我们的学员很多，大部分都是来自那个阅览级的那些学员，他们非常认真哦，非常认真的在学习。他们每一年每一次都更进步。他们去年有很多来参加比赛，因为借由这个比赛，让他们更肯定自己的作品啊，他们的能力啊。不止办比赛，主办单位也关怀社会弱势族群，依照往例举办捐赠白米活动。吴炳勇表示，今年总共捐出将近1吨3的白米，就是希望会当借此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人投入公益，展现爱心甲服务大众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世界和平青年学生联合会甲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所举办的设计师服务计划比赛，第一摆举办就去成大甲台南大学等13队参加。比赛经过北中南初赛甲复赛，最后评选出前3名甲服务的绩优。为鼓励学生依据专才、热情甲创意来构思设计和平服务计划，以实际行动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17项的核心目标。总共有10多间大学甲高中的参赛队伍，经过2个月的北中南初赛甲复赛，日前伫成功大学举办最后的总决赛，包括新科议员林冠伟甲曾之杰，嘛拢到场为选手来加油打气。现在来到这种资讯发展的一个时代，那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容呢，可以说呢是年轻人呢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一种影响力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个和平设计师的这个活动，其实它是想要来呼应关于整个联合国所要呼应的17项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并且也是想要把我们在台湾那各地的年轻人这种活力跟创意能够凝聚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在北中南那4个地方那举办这样的 YSP 大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大会呢，就如同当作是一个小小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小小平台里面，能够慢慢的来推广到我们整个全台湾各地，甚至能够把更多优秀年轻人他们好的这些服务的内容，或者他们很好的一些创意，以及他们过去在不同的角落里面默默的在付出的这些内容，可以在这种世界的平台上面，可以让更多人看见。经过一番的激烈竞争，最后名单出炉，由着美和科技大学、美和之光的乐龄放松，以着真诚的服务内容加生动的分享，打动评选得到优胜的第1名。以社会青年组的三书石加中正大学的小菜苗2.0，嘛以自身导入环境永续加世代传承的服务理念，分别得到第2、3名。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收看12月28日中间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